咱台湾的美。咱台湾的美，就是上山下海。我看到一只，飞过去，飞起来。哎呀，真的掉掉！快，可以加水了吗？还不行，还不行哦，还不行，哎呀，一定要煮到掉眼泪啊！我的内心在淌血了。这是要一年，所以较轻松。这算轻松，这算轻松的。全台湾行透透，无同款的城市，拢有无同款的故事，嘛造就了无同款的在地台湾味。好啊，汤岛白云酒真的很好吃，但是再这样吃下去，这刚才三角仔食一嘴，咱就痛了几礼拜啊！这够他食到这，对，啊，唔知爽几年，哦，真系赞。除了介绍观众台湾在地好料理，另外也有店头家对食材的用心甲坚持。咱就是啊友善啊那个照顾。麻烦无要紧，就是好食较重要啦。重点爱好食，爱互较济人知影讲嘉义的火鸡肉饭真正做好食。我若歹做就歹做，我若要做要做上好的。老师傅一练就是练几落年的好手艺，成就了一出又一出的美食料理。店头家亲力亲为，嘛是维持品质上好的守护。制作团队透过特殊的器材，带予观众上震撼的视觉享受。就请大家对着我的脚步，做伙来行踏，找找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美。